嘛。哦，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免叫你互人遐虔诚。哦好。啊，转老三嘛就对啊。哦是啊。啊，因较个加个啥个装2尊啦。哦好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嘿。哦。这尊来换起。哦好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嘿。啊，这个变用迄阵3嘛，先起做大嘛。哦是啊。甲2尊嘛3嘛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敢是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体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电线公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啊，妈祖啊，假是有电线公请来，但其他只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啊，其他遐有那先祖请来啊，是地尊或者尊阿嬷，啊，再分布到各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个，哦，有关系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就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啊，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迄有名。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，吼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人啦。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啊，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叫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治安嘛，你当讲收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。是啊。啊，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。2尊。迄边拢吼是较土著较小声，啊这边就是较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，是，吼兵马俑差不多，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2尊是在伫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。守保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啦，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感谢。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惠宫。天惠宫是第2惠啊。天惠的惠嘛，天河天惠。对，本来妈祖是天惠嘛。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成就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对啦，帮忙守台湾啊。这都比较，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朱比啊。时间他来了。感谢朱比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我有炸账，炸迄个做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撮咧，对，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，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咧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。兵营。5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剩几个馆？嘛是。迄个啊，拢伫啊。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是。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
嘿，啊无等于拢我们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都过去啊。海单镇，海单镇。天兵派来，拢住伫遐。好兵呀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持，好，感谢主持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保护。妈祖。电线公出来。哦。是这个人代关系的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从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感谢。谢教授编《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》，还有《妈祖信仰与神迹》这些好书。这本细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成年礼，作为的证件，皇家国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个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的年轻来唔知安怎拜。安那嘿。这遐有著名公神书啦。遐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试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先民来说，有来讨2尊去。佮来讨2尊呢？讨2尊去，老3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。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就是安尼吼。两身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身妈祖。去请去迄阵，迄2尊啦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去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用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安平家。所以你们仔细的看。到处各县市都有佛堂妈祖，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宝的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印出来印尼金的啦，印尼这安平行李啦，这个啦，是啊。